時空破曉，維多利亞港嘅晨霧染咗整個城市嘅天際線。Yanology 喺繁華嘅深處解碼東方美學嘅新範式。香港人嘅精緻係科技同人民共振嘅智慧，係時間沉澱同創新突破嘅平衡。Yanology 依託津上鑄顏集團嘅優勢資源，以源自瑞士嘅專業底蘊，構建多維抗衰，重構年輕姿態，締造超越時光嘅從容美學。科技赴美新生 Yanology 唔係一間普通嘅醫學美容機構，佢係承載咗5大中心生態集團化生命美學嘅平台，從光電儀器中心嘅精密算法，到大健康中心嘅細胞級護養，從醫學美容嘅臨床實證，到生活美學嘅場景化滲透，每一次指尖嘅觸碰，都係5大中心技術能量溫柔嘅釋放。正如中環嘅摩天大廈，都需要堅實嘅地基。Yanology 每一次嘅服務，背後係津上鑄顏集團強大嘅賦能，無聲嘅襯托。喺呢座相信獅子山下奮鬥精神嘅都市，我哋以醫學嘅嚴謹基因對待香港嘅專業主義。津上鑄顏集團嘅始創人、董事長方麗君女士領銜嘅跨學科團隊，既有海歸學者嘅前瞻視野，亦都有匠人技師毫米級嘅手藝執着。就好似荷里活道嘅古董修復師對待百年嘅瓷器一樣，我哋用臨床醫學嘅敬畏之心對待每一次嘅相遇。正如方董所講，真正嘅鑄顏之術唔係對抗地心吸力，而係重建人同歲月嘅和解之道。從尖沙咀時尚嘅地標到中環嘅摩登同歷史嘅交響，Yanology 以獨特嘅品牌魅力重塑美嘅定義。當維港夜景倒映 Yanology 嘅櫥窗，我哋見證唔係容貌嘅蛻變，更係一座國際都市對美而生嘅集體信仰。喺呢度，每個香港人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美學主場，喺時光嘅鏡面當中遇見更豐盛嘅自己。